《古相思曲》是一个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，它讲述了一段跨越时间和空间鸿沟的千古虐恋。喜欢 BE 美学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。双向穿越的这种题材在市面上目前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我们把一个穿越做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创新。《古相思曲》它像一个宇宙一样，它涵盖了很多元素，非常希望观众可以在这样一个像宇宙一样的剧中去发掘很多小细节。场景的设计这一块呢，从大的时代背景做一个人物场景的区分。在看景和置景的时候，是往古朴的方向去做的选择。大的时代背景是参考了魏晋时期建筑以及一些家具陈设，没有做的特别的艳丽，而是以木色为主，追求的是雅致，而不是艳俗。穿越它本身是一个很悬浮的设定，我们想做的是如何在一个悬浮的设定中去做一些真实的东西。我们尽量保证场景的真实性、逻辑的可靠性，能够给观众的欣赏性。量身定做动作去设计我们这个需要的一种风格，动作要设计的唯美啊，把这种美的东西加入进去。服装我们是有参考魏晋时期的汉服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男主的服装颜色是由浅到深，女主的服装颜色是由深到浅。造型的两个人相逆的这样的感觉，它的颜色的碰撞和不同，互利的这样一个剧情设置，同时也非常贴合人物的心境。视觉影调上，我们希望去营造一个真诚的故事。《古相思曲》其实表达的就是一生只够爱一个人，两个人用一生的时间去相爱彼此。这点对于情感的表达、价值观的表达，其实反而是非常珍贵的一点。我们希望他们每一次相逢都是不一样的，赋予每一次相逢两个主角不同的心境，这样才能擦出不同的火花。它表面上面的确是一个非常BE、非常虐的爱情故事，但我觉得对于陆渊来说，最后他是释然的。陆渊应该是每次都很共鸣吧，因为每次都很难得见到他的爱人，他就是可能在某的一个点上面、某件事情上、某一个感情的刺激下，就会有很大的改变。活在当下是最宝贵的。那场告别不是面对面的告别，像隔着一堵墙，两个人见不到彼此的这种告别，想再见那一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还会再见到你吗？你还会再见到我的。会的。一言为定。